欢喜好新闻，好心的新闻。婚龄一个国小5年的小男童，甲伊的阿祖、阿嬷、阿姑带做伙，一家伙啊，就是靠着政府的补助，甲阿嬷帮人缝做衫裤咧过生活。因所住的铁皮厝漏水漏甲真严重，根本无才调处理，所以小男童写批予村长请求帮衬。慈善团体收到消息，号召50外个志工来帮忙，用10点钟的时间，把这个残破的铁皮厝重新来翻修。小男童一家口啊，拢真感恩。志工把铁厝的钢架重新固定，换全新的铁板固换厝顶。50外月志工拍拼10点钟，互铁厝全部拢变做新的，和整修进前做对比，厝顶原本拢生线嘛拢换新的，杂方的布棚嘛改做塑胶帮。志工来遮的原因是因为这张批是国小5年的男童写的。伊讲阿嬷平常时住伫铁厝内底替人改衫、饲一家伙仔，毋过铁厝当年失修过会漏水，希望村长会使斗3工，互阿嬷住较舒适咧。车衣服所以那边漏水，衣服都会用湿。社会处调查囡仔的爸爸咧坐家，妈妈离开厝内，伊和阿祖、阿嬷、阿姑做伙住，一家伙仔4个人，靠阿嬷伫铁厝替人添衫，阁有社会补助过生活，四价收入好。阿嬷做工课铁厝伫南洞的批，互人看到了后，10点钟来有50位志工拢来啊。伫天气变寒的时阵，互阿嬷有一个毋免吹风滴水的所在，会使做工课。